1988年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個銀行卡入邊就得2.46美元嘅大叔，將手上嘅一隻戒指當咗佢，換翻40蚊翻嚟，交咗俾佢嘅包租婆兼女朋友，幫佢買咗40張彩票。2個星期之後，佢收到人生第一張價值49.7萬美元嘅獎金支票。最終佢一共會攞到稅前1620萬嘅巨額美元。對於普通人嚟講，呢個絕對算得上係人生贏家。但你估下之後變成點？10幾年之後，呢個人死嗰陣身家係負嘅，爭咗差唔多100萬美元。最後嗰幾年，每個月只能靠450美元嘅救濟金生活，連收入都冇埋。今日八公六賓就帶大家拆解呢場世上最不幸嘅彩票贏家嘅悲劇，究竟係運氣，亦或是助走？呢個人叫威廉巴德波斯特三世，1939年喺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伊利市出世。佢嘅童年過得唔好嘅，8歲冇咗媽媽，爸爸送咗佢去孤兒院。大個之後做過廚師、管道噴漆工，仲喺巡迴馬戲團同埋嘉年華入邊做過卡車司機，基本上算係一個流浪漢。1988年嗰陣啊，佢靠傷殘金過日子。中獎嗰日咧，佢銀行卡入邊就得2.46美元。就係咁樣一個窮到貼地嘅人，靠住當戒指換翻嚟嘅40蚊，陰差陽錯中咗賓州彩票1620萬美元。嗰次嘅總彩池超過3200萬，係當時州史上第2高。而另外一半嘅彩金呢，就歸咗俾16個西屋電器嘅員工啦。波斯特選擇咗分期去攞，分26年，每年要49.7萬美元。好多人會以為啦，咁樣仲唔算得上係橫財？但係故事啊，淨係從呢一張支票開始，走向咗地獄。波斯特攞咗第一筆錢，2個星期之內使咗超過30萬美元。咁佢買咗啲咩嘢呢？酒牌，喺佛州租間餐廳俾自己嘅兄弟姊妹，買咗個2手車場連埋車隊，送咗俾另一個兄弟，仲買咗部雙引擎飛機。而佢根本連飛機師執照都冇。中獎之後冇幾耐啊，佢就喺賓州石油城嗰度使咗39.5萬美元，買咗棟16間房嘅豪宅。只不過呢筆錢嚟得太快啦，佢根本就 hold 唔住。豪宅裝修冇錢搞，但係債主已經上到嚟啦，麻煩先至啱啱開始。佢喺呢短短3個月時間入邊啊，已經負債咗50萬美元啦。而錢呢，亦都係最容易照出人性最醜嗰一面。波斯特同佢嘅兄弟姊妹關係啊，本來就好差嘅，中獎之後仲徹底反面添。佢嘅親生阿哥 Jeffrey 呢，為咗爭每年嗰一筆年金，居然仲請埋職業殺手要殺波斯特同埋佢嘅第6任妻子。呢單雇兇殺人案呢，最後失敗咗，佢哥哥被捕入獄。但係仲未完喎，因為佢當年買彩票唔係自己買噶嘛，係佢嗰個包租婆兼女朋友幫佢買嘅。咁佢呢個女朋友呢，就一狀告上法庭，話2個人明明講好咗中獎就分錢嘅。咁收尾打咗3年官司，法官裁定波斯特要俾佢全部彩金嘅1/3，大概530萬美元。但係波斯特冇錢俾。1992年，法官直接凍結咗佢全部嘅彩票付款，亦即係話從呢1年開始，佢每年嘅年金進賬俾人一刀切斷，手上面就得翻敗到七七八八嘅嗰少少身家啦。你可能會問啦，咁多錢點解會10幾年就全部使晒，仲要倒欠人哋呢？答案好簡單啊，因為佢從來冇諗過自己會變到有錢，所以佢根本就唔識點樣管啲錢。啲錢去到佢手上啊，淨係加速咗佢同埋身邊人嘅崩壞。雖然付款俾人凍結啦，但生活仲係要過噶嘛。1996年，波斯特就諗住徹底埋單離場。佢將石油城嗰棟豪宅賤賣6.5萬美元，買入價係39.5萬嚟噶。咁雖然付款又俾人凍結咗啦，但係佢將剩低嗰17期年金嘅受益權攞埋去拍賣，套現咗大概265萬美元。喺套現完之後啊，佢曾經好開心咁話：等我唔係彩票贏家啦，大家就會放過我。我而家淨係想耳根清淨。但邊有咁簡單啊？喺1年之內，呢265萬又冇晒，攞嚟還債，買咗2間屋，買部車，2部哈利電單車，仲有一艘26萬美元嘅帆船。啲錢敗晒仲唔夠啊！債主已經逼到佢走投無路。喺1998年，佢因為向追債嘅人開槍，攞散彈槍向住對方開火，被判襲擊罪，刑期係6到24個月。但係佢又拒絕服刑，一匿就匿埋咗6年喎。
直到1998年，先喺嗰艘26萬美元嘅帆船上面俾人拉咗去坐監。佢後來就嘗試申請破產啦。就算破產之後啊，依然保留咗大概100萬嘅身家，呢啲係豁免資產嚟嘅。不過佢啊，照樣可以喺短短幾年之內敗到乾乾淨淨。最後嗰幾年，佢靠住每個月450美元嘅傷殘金生活。到咗2006年嘅1月15日，波斯特因為呼吸衰竭過身，終年66歲，身後負債大概100萬美元。佢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係令人覺得好淒慘下嘅：我窮嘅時候反而開心好多。佢仲話，大家都發夢想中大獎，但係冇人估到跟住嚟嘅會係一場噩夢。嗱，講真啊，波士頓呢場悲劇呢，同我哋講咗一件事：金錢買唔到快樂，但可以買到一塊鏡翻嚟，照出人性最醜陋嘅嗰一面。佢親生阿哥居然可以為咗遺產請殺手翻嚟，前女友可以為咗分身家打成3年官司，連佢自己都係啊！明明係天降橫財，居然俾自己搞到變成咗詛咒。呢個根本就唔係啲咩運氣，而係一場暴富綜合症嘅陽謀。當你嘅認知同埋財富嚴重不匹配嘅時候，呢筆錢就唔係一個祝福，反而係催命符啦。最慘嘅唔係窮，而係你忽然有錢，但係個腦依然仲係窮嗰陣。咁問題嚟啦，你身邊有冇聽到過中大獎之後反而淒涼嘅真人真事呢？又或者你覺得如果係你中咗，會唔會一樣中伏呢？如果有相關經歷，記得喺評論區入邊留言同大家一齊分享啊！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本期故事，記得點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嘅好朋友啦。好啦，我係八公碌斌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